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夫仔，各位將軍澳嘅街坊啊。最近如果大家行開坑口南豐廣場咧，一定會覺得嗰度嗰陣氣氛怪怪地，好似去咗特賣場咁。點解呢？因為嗰度兩間大家最常去嘅雜貨龍頭，AEON 12蚊店同埋日本城竟然一齊搞緊5折清貨。你可能會話哇，平嘢喎，正喎。但係如果你細心睇一下，呢件事其實係一場幾震撼嘅零售大洗牌。好多人喺Facebook 群組將軍澳主場影晒相，話見到12蚊店啲貨架空晒，好似俾人洗劫完咁。大家最關心嘅問題係呢兩間嘢係咪一齊執呢？係咪拼多多同淘寶真係打殘咗香港呢啲實體雜貨店呢？咁我哋先講下最爆嗰單，就係AEON 12蚊店Living Plaza。呢間分店喺南豐廣場地下，人流極旺，係唔少街坊落車返屋企必經之路。今次佢哋玩到咁好大，全程5折。大家諗下，原本12蚊嘢，依家6蚊就有交易，仲平過你買支水啊！所以你呢幾日你入去睇咧，真係好似戰場咁，文具收納盒廚房嘢，基本上係見到就攞噶啦。但係講真，AEON 今次呢個動作基本上已經話俾大家聽，佢哋真係要撇噶啦。雖然官方把口就好硬，唔肯直接講執笠2個字，但係你有冇見過一間鋪頭如果打算繼續做，會將啲貨減到半價，仲要連擺貨啲架都開始清？咁網上都有人爆料話呢，清貨期只係到3月8號，去到嗰日呢間陪咗坑口店街坊咁耐嘅12蚊店，極大機會就咁變做歷史。咁個問題嚟啦，12蚊店走咗，邊個接手？呢度就係最精彩嘅地方。咁你睇翻同一時間呢，南豐廣場1樓嘅日本城又係搞緊5折。好多人以為日本城都頂唔住要執，點知原來係一個大挪移啊！有內部消息同埋街坊問嗰啲店員呢，話日本城其實係大搬細，甚至傳聞話日本城會由1樓搬落地下，即係好大機會食咗AEON 12蚊店依家呢個位。咁如果你係老將軍澳嘅人，你就應該記得，其實幾年前呢AEON 呢個位本來就係日本城。呢個圈兜嚟兜去，最後都係日本城又贏翻呢個位。咁點解會咁呢？咁其實心照啦，就係租金同埋生意額嘅博弈。日本城身為本地薑，佢哋喺呢啲民生商場嘅議價能力其實都好強。佢哋寧願由大鋪搬細鋪，或者係由1樓搬翻去地下人流最旺嘅地方，務求做到快入快出，唔想再同你守埋嗰啲大面積但係毛利低嘅貨。講到毛利低，呢條片嘅重點就嚟啦！大家成日問，喂，係咪拼多多、淘寶、京東呢啲內地電商打殘咗12蚊店啊？呢個係事實，仲要係好殘酷嘅事實。以前我哋覺得12蚊一樣嘢好平，係地板價，但係依家呢，大家都習慣咗玩拼多多，同樣一個膠盒喺上面可能只係3蚊人仔，仲要包郵到你屋企樓下個自提店。依家12蚊店嘅優勢係日本設計同埋即買即用，但係依家呢，咁拼多多上邊嘅嘢嘅質素呢，其實同12蚊入邊嗰啲 Made in China 嘅貨已經差唔多。當個物流快到今日落單後日到，大家就開始覺得點解我要專登行去南豐廣場排長龍買件12蚊嘅嘢呢？再加上依家香港人最興係咩？係北上消費，週末就返深圳掃一次貨，去一轉三冇，一次過買晒半個月嘅雜貨，返到嚟香港，你自然就唔會再去AEON買嗰啲濕星嘢啦。呢種消費習慣改變，對12蚊店呢類靠衝動式消費同埋散賣嘅生存鋪頭嚟講，真係一個致命傷。我哋睇翻AEON個財報佢哋喺香港嘅業務其實都蝕得幾犀利。2025年係錄得過億嘅虧損，係過億。所以你見到佢近期全香港各區好似上環、大埔、屯門一間接一間咁樣執，其實就係一個止蝕嘅動作。佢哋依家嘅策略係陰乾咁樣舊式嘅 Living Plaza 轉去開啲細細間專門賣 Daiso 貨品嘅專門店，或者將個重心放翻喺超市嗰邊。咁日本城呢？日本城係咪好好做呢？咁其實都係硬頂嘅咋。佢哋個主席
毅黎霞都講過，依家零售業真係，唉，衰過97啦。日本城依家嘅生存之道係將自己嘅便利化。你入去日本城咧，依家唔止買到衣架垃圾袋，仲有嘢飲零食，甚至連米都有得買。佢哋係想搶埋超市同埋便利店嗰份，等啲街坊入去咧就去執多2件咁解。咁啊，今次南豐廣場呢場戲咧，其實係一個縮影，反映咗香港實體零售業啊，正係經歷緊一場好痛苦嘅進化。一邊係租金依然企得幾硬嘅商場業主，一邊就係價錢平到唔合理嘅電商。夾喺中間嘅實體店咧，如果你冇獨特性咧，你就只能靠平嚟清貨，然後就離場。咁其實網上班網民都講得好直接噶啦，12蚊店嘅嘢，淘寶5蚊有2件，仲要送到門口，點鬥啊？呢句嘢雖然係難聽，但係就係現狀。即係如果你係依航班管理層，見到人工升，租金唔肯減，咁客人又翻晒去大陸或者玩網購，你都係唯有選擇撤退。所以各位街坊，如果你想去掃平嘢咧，呢幾日真係最後機會，唔好等到3月8日啦，因為到時可能連貨架都拆埋。但係掃完平嘢之後，我哋都要諗一下，當有一日我哋屋企樓下連呢啲12蚊店都冇埋咧，全部都變成自提店或者係名創優品嘅時候，我哋呢種行街嘅生活模式係咪已經一去不返呢？咁呢單新聞其實話俾我哋聽，市場係唔會講人情，日本城搬位、依然撤退，全部都係錢債戲。咁喺拼多多、淘寶呢啲大浪潮下邊呢，香港呢啲實體雜貨店如果仲係賣緊嗰啲度度都買到嘅嘢呢，佢哋嘅生存空間只會越嚟越細。最後總括一下啦。坑口南豐廣場呢次變動呢，基本上係日本城嘅一次戰略性回歸，同埋依然嘅一次傷心撤退。即係如果你中意依然嗰種日本味，可能以後要行遠少少去將軍澳廣場或者彩明店啦。至於南豐廣場個位呢，大家拭目以待啦，睇下日本城搬落去之後會唔會又帶嚟另一番景象啦。咁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大家心入邊應該有個譜。咁零售業咧，大洗牌，受惠嘅可能係我哋呢啲買到平嘢嘅消費者，但係長遠落去，香港個市道會變成點？大家真係心照啦。下次行過南豐商場廣場啊，記得入去睇下個空咗嘅貨架，感受下呢個時代嘅轉變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知，我係灰仔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